不对，火烧这么旺，一定会被人发现的。走，快走！爷爷，这么大的火！徐家，快去看你爹娘！爹，娘，爹，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！书简，我的书简！爷爷，我的书简！爷爷，你不能去！爷爷，你不能去啊！那是我20年写的大道学说的书简呢！你不能去呀！你不能去呀，爷爷！马达，古诗，爷爷，书简，爷爷，这怎么了？爷等等啊！先生，清醒啊！醒醒！快，把先生抬到咱们家去！快呀！爷爷。是。众卿，平身。谢陛下。陈大夫，你说有要事要议，是何事啊？启禀陛下，昨日得报，函谷关官令寻路病故，目前函谷关却已官令。为小巧官令之事，还需禀报寡人，让司徒孟羽安排就是了。禀陛下，臣愿到函谷关做官令。尹大夫，你身为周朝大夫，为何要去做一个小小的官令？岂不大材小用？再说，与你的官职也不对等啊。启禀陛下，函谷关乃大周的咽喉要道，函谷关以西是秦地，秦国现在是日益强盛，虽说表面上没有反周的意思，但是据臣所知，秦王野心极大，陛下不得不防啊。函谷关虽是我大周朝重要关隘，但也不能让你这个做大夫的前去镇守吧。陛下，为了大周的安全，臣愿降职到函谷关去做官令。一，可以防止秦国；二，可以到此地深入民间，好好的看一看。好，尹大夫，你一心为朝廷，忠心可见，寡人就封你为函谷关官令，仍享大夫一职。诺。徐大伯，多谢您这2个月以来对我的照顾。李儿，告辞了。告辞？怎么，先生，说走就走啊？我还有事要办，就不打扰您了。先生，你到哪里去啊？我欲西出函谷关，到秦地，传播我的大道学说。到秦地去？你这么大的年龄，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呢？不要紧的，徐大伯就不用担忧了。徐家，临别之际，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您的，就把我随身的这只葫芦送给您，做个纪念吧。好，谢谢先生，谢谢。弟儿，告辞了。先生，慢走。徐大伯，请回吧。好，请慢走。公元前472年初春，
在历经种种磨难后的中国一代圣哲老子，决定西出函谷关，到秦地传讲他的大道之学。爷爷，前面好像有个村庄。好，还冒着烟呢。我们过去看看。爷爷，我们到安庄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。好，我们进庄子，找户人家借宿一晚。好，走。爷爷，我们问问这处人家吧。好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吗？爷爷好。你们是？爷爷，我们迷路了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我们想在这里借宿一晚。哦，那这位是？他是我爷爷。哦，老人家打扰了。哎，好，哎，请进。好。来，老先生，今年高寿啊？老朽90有6，先生您呢？我大您3岁。哎呦，先生高寿，您今年都99了。人生一世如梦一般，时光转瞬而过，太快了。我看先生有些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看老先生也似曾相识。先生是打哪儿来呀？哦，我从邙山而来。这邙山是州都城洛邑的管辖地。听先生口音，不像是洛邑人吧？啊，我是陈国苦邑县人。苦邑县，先生是苦邑人？是啊。我有个朋友，在陈国苦邑曲人里，姓李名耳，李耳。先生可认识？老先生认识李耳啊？敢问尊姓大名？我叫吴显。吴显，你是吴显，那个小乞丐，你还活着？你是李耳哥？是，我是李耳。李耳哥，吴显，我今生都没想到还能再见你一面呀，吴显。李耳哥，我万没想到在我家里见到了你呀！是啊，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啊。李耳哥，想起你年轻时候的模样，跟现在是大不一样啊。那一次，你阻挡了司虞那群强盗，我还以为你被他们杀了。那天，你是如何逃出来的？那天呀，我放火烧了军营，就这样我才逃了出来。多谢你那一次的相救，哎，要不然我就被司虞他们所害了。李二哥，我逃出来以后啊，也不知道你的情况，心里十分着急。后来我就到了秦国从了军。
在一次战争中，我负了伤，离开了军队。后来到函谷关迷了路，旧伤又复发了，我昏倒在河边。幸好一位老者救了我，这位老者把我背回家，治好了我的伤，让我留下来。后来老者把闺女许配给了我，我就留下来了。这么一住就是几十年呢。好啊，李二哥，那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呀？我欲西出函谷关，去秦地传播大道之学。哎呀，函谷关，方向反了，函谷关在西边。李二哥，您走错路了。是啊，要不是走错了路，你我也就不能相见了。是啊，哎呀，要我说，李二哥，您就留下来，咱们也有个照顾。不行啊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。您是说您要到秦地讲学吗？对。我劝您别去，那儿就要打仗了，太危险了。哦，打仗？哪里要打仗？秦世子要谋反，挑拨秦宫和大周的矛盾，想借机提前登位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秦世子啊，这段日子一直住在我们安庄刘焕家。一群人整天日夜密谋，招兵买马。今儿个一大早，秦世子他们一行人突然不见了，肯定是回秦国准备打仗去了。难怪刚才在路上碰上几个穿百姓服装的人，可是从言谈举止来看，都不像普通人呢。李二哥，你走得太急了，还是留下来吧。吴贤弟，我此次入秦，本欲传播我的大道之学，消除战乱。没想到还未入秦，战争就开始了。我必须马上去函谷关入秦，制止战争啊！国家征战不是我们耄耋老人所能左右的。再说，你我偌大年纪，今日一见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？积德多福，一定会长寿的。你放心，我入秦后，如果有机会，一定会来看你的。李二哥，你一路上要多加小心，有时间一定到家里来看看你我兄弟，好再续。保重。告辞了。老子一生经历的磨难与坎坷，是常人所无法承受的，但他为了国家和人民坚定信仰。老子的道德学说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大道至简，对，大道至简啊！
李儿啊，你要记住，人行于世，要去欲还本，回归自性，顺应自然，清心寡欲。万事自有定数，万难自有解数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至心清净无欲，至身归元真柔，至事自然无为，至家和合恒一，至神报一还原，至万物得一而生啊！天若失一，清明世界变为浑浊，万物不育，自然皆无；地若失一，山崩地裂，河海泛滥，万物不载，无以安宁。万物失一，万物不生，万物不长，阴阳不通，自将灭绝了。人若失一，神形相离，只剩躯壳，浑浑沌沌，生不如死啊！君王失一，万民欲生，人人相残，国国相争，天下大乱。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待与天地一体也。天地自然之物也，人生亦自然之物也。人之所以生，所以无，所以荣，所以辱，皆自然之理，自然之道也。治世者应涤除妄欲，消除妄为，积蓄精力，上下合一，贵贱无分，民心自服，不生争端，天下安泰，君民同心，尊道贵德。这样，则无所不治，无所不化。以此为治，则江山永固，千秋万代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此乃天下之德也。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水济于道，道无所不在，水无所不利。
故圣者随时而行，贤者应时而变，智者无为而治，达者顺天而生。与世无争，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，此乃孝水之德也。天下之祸，莫甚于私欲；天下之患，莫大于相争。衣食起居，人之性也；然过之，则为欲也。庶民争利，大夫争权，诸侯争地，皆私欲所致，天下焉能不乱？兵者，不祥之器。勿或恶之。君命不可违，天命更不可违。兵者，杀人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不可以胜为快。战争一起，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应以悲戚之心处之。人生于天地之间，生老病死本应因顺自然，不可以倒行逆施。战争无端夺去他人生命，悖逆大道。可歌可泣，感动天地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道在何方？道在四方。就在我们追寻的路上，追寻的路上。道者，天地之祖，万物之宗也。其形也虚，其象也无，其性也自然。天地因之而生，日月因之而行，人物因之而成。不以人之好恶而改之，它是天地万物一切变化中永恒不变的。德者，道之用也；二者，一也。人合于道者，则德；物合于道者，则训；反之，则违背为逆。人得物训，则天下正；人悖物逆，则天下乱。和谐是道德学说的基本法则之一。自然和谐，星辰顺序，天清地宁，风调雨顺，万物繁荣。人类和谐，天下太平，社会稳固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国政和谐，上下同心，百官尽职，百工尽计，百姓乐业。家庭和谐，六亲和睦，夫妇和顺，家道昌盛，乐享天伦。人身和谐，阴阳平衡，
百脉畅通，身康体健，心旷神怡，颐养天年。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道德。道德。师傅，起得这么早啊？殷喜啊，为师应你所要，已将大道之学写好了，你拿去看看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没想到师傅这么快就写好了。老子先生有恩于我大周，今欲出函谷关西行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寡人要御驾亲往函谷关，送送老子先生。陛下，秦军方才退却，不知是否去而复返？陛下说亲往函谷关，是否会有危险？请陛下三思。有何危险？函谷关乃我周朝重要军地，又有众将士把守。寡人正借此机会前往，看看众将士。诺。据报，老子先生要来我秦地讲学，先被函谷关令留在关内。臣以为过不了几日，老子先生就会到我秦地来了。哦，真有此事？是，君上。好，公孙大夫，臣在。命你马上去函谷关迎接老子先生入秦。诺。近日听闻老子先生住在函谷关，先师孔丘和老子先生是至交，
先师曾说：“天下唯老子为知己耳。”为师我要去函谷关，拜会老子先生。先生何日前去？老子先生即将西出函谷关，去秦地讲学。我当速去，晚了怕就见不到老子先生了。今日即刻动身。先生，我等愿随先生同去。先生，您这一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？我这一生最大的收获，就是拜老子先生为师，感悟了老子先生大道学说。文子先生，哎呀，是江有子啊！打听到我师父的下落了吗？找到了，你师父老子先生找到了。师父他现在在哪里？在函谷关。我前日在函谷关办事，看见老子先生，他在为百姓们讲大道学说，讲得太好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没有师父的下落，这下可好，终于找到了。听说老子先生要西出函谷关，到秦地去。师父他现在走了没有啊？前日我在函谷关时他还在，现在不知走了没走。我马上赶赴函谷关去见师父。我等与先生同去。此书简分为上下两卷，上卷说道，下卷论德，合称《道德经》，共81章。为师一生对道德学说之感悟尽在其中，涵盖治国、治家、治身之常理。道德二字为此书的总纲，也是万事万物之根本。道是隐形的，德是显现的。德不能离道，道更不能离德。无德不能现道。道为体，德为用，即所谓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《道德经》的思想有以下10大特性，但不知是哪10大特性。道德学说的10大特性是：虚无、自然、清净、无为、纯粹、素朴、平易、恬淡、柔弱、不争。师父的道德学说，真是至深至奥，玄之又玄呐。道德学说看似至深至奥，玄之又玄，实则至简至易，易懂易行。怎样才能易懂易行呢？言写道有3宝，若能执道之3宝，大道不难修矣。那3宝又是什么呢？道之3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
简，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师父，何谓慈啊？慈性自然，以仁慈之心善待天下万事万物，以己之慈感化万物，万物受感，自亦归慈。若天下人皆慈，百姓自安，国家自治，慈焉能不永？那简呢？简性清净，清清净净，无妄为之行。顺天应人，合于自然，利益万物，物物受利，人人受益。简安能不广？不敢为天下先，又指的是什么呢？谦卑处下，无智无欲，与物无争，不炫宜长。置身于后，不为人先，此为水性。此性虽不为气勇，而无气能与之争。此不争之气，无气能比。人之行事，守此三性，执此三宝，事无不成，道无不就。若舍此三性，贪心必生。争强好胜，争权夺利，争先恐后，仁慈皆无，如此相争，与道远矣。身虽不死，神实已亡。眼下，你要牢记这道之三宝。师父，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。此道德学说，你要认真参悟，将来必会让你受用终身。尹喜必不负师父的厚望，必将认真领悟，并将其发扬光大，广传于世。好了，为师也该出关西去了。老子将一生所感悟的道德学说传于殷喜，至此，老子西出函谷关，一部人类社会伟大的著作《道德5000言》就此诞生了。